人生入面有好多事情我哋都冇辦法掌控，但有啲事我哋可以提前為自己同屋企人做好安排。當意外或者疾病來臨嘅時候，如果冇清晰嘅計劃，最愛嘅家人可能就要面對艱難嘅抉擇，甚至無謂嘅爭拗。播道醫院依家推出咗平安三寶精神行為能力評估服務，幫助你喺精神清醒嘅時候，為人生重要時刻提前做好安排。平安三寶包括3項重要服務，首先係預設醫療指示，預設醫療指示可以俾你提前表達對晚期醫療嘅意願，避免家人為難。其次係持久授權書，俾你喺精神能力下降嘅時候，仍可以由信任嘅人代為處理財務。最後係遺囑，俾你清楚地分配身後嘅財產，守護家人。而訂立平安三寶嘅時候，又需要有咩人嚟幫忙作見證呢？其實每項服務對見證人嘅要求都有所不同。首先係預設醫療指示，預設醫療指示一共需要2名見證人，其中1名必須係註冊醫生。醫生除咗要進行精神行為能力評估之外，都需要詳細解釋各項維生治療嘅意義，俾你喺充分理解後作出決定，並在場擔任法定見證人。其次係持久授權書，持久授權書必須由2名見證人簽署，其中1名必須係註冊醫生。一般流程係先由律師草擬文件，再由醫生進行精神行為能力評估，並在場擔任其中1名法定見證人。最後喺遺囑方面，雖然法律上唔一定需要律師同醫生嘅參與，但我哋仍然建議由律師協助草擬內容，以確保遺囑清晰完善。喺適當情況下，律師亦會建議立遺囑人先接受醫生嘅精神行為能力評估，為遺囑提供更強嘅法律保障。而點解我哋需要醫生嚟進行精神行為能力評估呢？因為只有喺你清醒、明白後果嘅情況下所作出嘅決定，先具有真正嘅法律效力。我哋嘅醫生會1對1為你進行專業評估，確保你清楚理解每項選擇嘅意義，並簽發醫學證明書，等你嘅意願獲得尊重同保護。有咗平安三寶，你可以喺最清醒嘅時候，親手為家人減輕負擔，讓愛不再成為難以承受嘅壓力。喺播道醫院，我哋唔單止係醫治疾病，更希望陪伴你度過人生每個重要嘅時刻。依家就行動，為自己同家人提前做好安排。播道醫院嘅團隊同你一齊守護呢份愛與平安。